今集帶大家嚟到一間懷舊餐廳，慢慢嘆一個儀式感爆棚嘅早餐。成台都擺滿晒中式或者西式嘅早點，由白粥炒麵到煙三文魚，樣樣齊全。再去近年好受歡迎嘅新派冰室，試埋好出名嘅西多士。跟住到代表勝利標紅街市，去附近揀幾款充滿澳門味道嘅手信。開始澳門第二集。如果想睇嘅話，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， 按埋 like 同 share， 我哋馬上去片。今集我哋嚟到澳門半島，發掘下啲隱世美食同必到景點。第一站帶大家走入去好有懷舊 feel 嘅碧麗宮。澳門新中央酒店碧麗宮餐廳嘅早餐，行嘅係高顏值懷舊盛宴路線，一碟一碟精緻上台，唔係一般自助餐可以比嘅細緻感。碧麗宮喺新中央酒店樓上，整體以復古歐陸戶老上海風格為主，營造出似喺老電影場景裏面食早餐嘅氛圍。早餐以套餐方式提供，住客可以喺中式同西式之間二揀一，份量足夠當成早午餐。供應時間大概朝早7點到11點之間，配搭咖啡、港式奶茶、豆奶等多款飲品。中式早餐係用一大個木托盤上台嘅，主食有廣東白粥同豉油皇炒麵，再跟多款細碟精緻餸菜同港式點心，好似老牛腱、雲吞、炸春卷、腸粉、肉鬆咁，層次好豐富。白粥煲到好綿滑，帶啲湯底香味。炒麵就係典型港澳風味，配埋啲小菜同一壺熱奶茶，有茶樓感覺之餘，仲多咗啲酒店排場。西式套餐行歐陸早午餐風格，常見組合有沙律、炒蛋、香腸、煙三文魚、時蔬同埋茄汁焗豆等等，擺盤清爽，顏色好豐富。最搶眼嘅係用綠色麵團整成嘅牛角包，外觀似6間條殼，夾住軟熟炒蛋，一整套食落去好飽肚。整體嚟講，碧麗宮嘅早餐每一道都整得精緻，味道有記憶點，連擺盤同餐具都幫張相加咗好多分。澳門利軒冰室筷子基總店就喺內港邊嘅沙嶺頭北街同筷子基一帶，喺筷子基巴士總站後面，由巴士站行過去大概1至2分鐘就到，算係區內地標級嘅小店之一。利軒冰室係近年好 hit 嘅新派冰室，裝修用咗清新嘅綠白色配幾何瓷磚，有港式茶記 feel， 又有啲後生打卡風。餐牌主打港式多士、菠蘿油、奶茶呢啲經典茶記碟頭小食，其中最出名嘅就係 Oreo 流心魔鬼西多士同多款豬扒包系列。魔鬼西多士係一座厚身嘅立方體多士，足足用咗3層方貓炸到外層金黃酥脆，上台嗰陣面頭鋪滿碎 Oreo 餅乾，再淋上朱古力醬，睇落勁澎湃。切開之後，中間會爆出調過味嘅芝士忌廉醬同榛子醬夾心，甜度好高，但係奶香同可可味好濃，外脆內軟，又香又滯，最啱幾個人 share 一齊掃清光。豬扒菠蘿包將傳統嘅豬扒包升級做菠蘿包版本，面頭係焗到微脆嘅菠蘿皮，中間夾住地道入味嘅厚切豬扒，通常仲會加啲生菜或者番茄，食落口感更加清爽。
一咬落去先係菠蘿皮嘅牛油甜香，跟住就係多汁豬扒嘅鹹香同微微炭燒味，甜同鹹嘅味道交搭，好適合配返杯凍奶茶或者檸茶，即刻變身最地道嘅澳門茶記快餐組合。蟹黃撈喺澳門半島北面嘅筷子基一帶，屬於比較本地，遊客好少會特登去嘅住宅區。喺台山或者筷子基附近巴士站落車，行幾分鐘就到，好有地道街坊味。由利軒冰室出發，跟住區內環街直行轉彎，大概行3至5分鐘就去到蟹黃撈。澳門蟹黃撈係一間主打蟹黃料理嘅本地原創品牌小店，招牌就係用足料蟹膏、蟹黃整各式撈飯、粉絲煲同小火鍋。主打推介有極品蟹黃撈飯、蟹黃飯臘貝蒸粉絲、蟹黃魚翅撈飯。我哋今次就揀咗蟹黃飯臘貝蒸粉絲。蟹黃飯臘貝撈粉絲係澳門蟹黃撈嘅人氣蟹黃系列之一，賣點就係成盤金黃色蟹膏，再加上海味十足嘅飯臘貝，等啲粉絲完全吸收晒蟹香精華。用店家秘製蟹黃蟹膏做底，湯汁係濃郁金黃色，撈起嚟每啖都食到蟹膏嘅甘香同蟹肉嘅鮮甜。粉絲預先吸飽蟹黃湯汁先上台，一入口就係濃濃嘅蟹香，滑溜又掛汁，上面鋪滿一粒粒飯臘貝，口感彈牙，加上微辣香料同海鮮鮮味，層次豐富又唔會覺得腥膩，適合鍾意濃郁海鮮風味但又怕麻煩拆蟹殼嘅食客。澳門紅街市喺澳門半島中區嗰頭，周圍都係密麻麻嘅住宅同埋舊式唐樓，近沙梨頭同雅廉坊一帶。同區仲有當期澳門店進駐咗，高士德大馬路同勒些勒提督大馬路沿線都有紅街市附近嘅巴士站，搭車喺紅街市站落車，行大約1至3分鐘就去到大樓啦。澳門紅街市係一個好有味道嘅舊城地標，同時又係本地人日常買餸嘅傳統市場。紅磚外牆加上高枝鐘樓設計，一眼就認得成棟建築有強烈裝飾藝術風格，亦係澳門最具代表性嘅街市之一。澳門紅街市除咗係買餸嘅街市，其實仲好出名係牛雜天堂。呢一帶有老字號車仔檔賣牛雜同牛雜粥，成日見到排長龍嘅畫面。紅街市附近嘅牛雜檔通常會炆到好入味，牛肚、牛膀、牛腸同牛筋煮到腍身又帶啲咬口，配埋濃香嘅滷水或者秘製醬汁，一展開就已經聞到好香，好有舊時澳門嘅風味。永樂戲院喺澳門半島新橋區嘅鏡湖馬路上面，近住蓮溪廟同渡船街嗰頭，由紅街市出發，行去舊區戲院，慢慢行大概10分鐘左右就到㗎喇。澳門永樂戲院隔籬嗰檔雞絲翅，可以話係新橋區最有代表性嘅街頭小食之一。碗雞絲翅入面有幼細嘅雞絲、蛋花同粉絲，每啖都食到足料，口感滑溜之餘又有啲咬口。雞湯底味道好濃郁，仲帶少少膠質感，入口稠身但唔會太澀，配埋嫩滑嘅粉絲同幼細雞絲，食落滑溜又有咬口。澳門三盞燈喺高士德大馬路同亞利亞街一帶嘅交界位，由永樂戲院出發，沿住鏡湖馬路或者連勝馬路向高士德大馬路方向行，慢慢行大約10零分鐘就可以由戲院行到圓形地。澳門三盞燈正式名叫做加路米耶圓形地，係一個圓形廣場。三盞燈唔算係遊客主要去嘅景點，但係就充滿本地生活氣息。嗰度物價水平好貼地，可以睇到澳門人真正嘅日常生活節奏。蒸記餅家喺澳門新橋嘅盧九街街口位置，夾喺舊式住宅樓下，由三盞燈圓形地出發，沿住街口轉入盧九街，行到100米，三盞燈到餅店基本上係轉個彎就到嘅距離。澳門蒸記餅家係一間好有人情味嘅老字號手作餅店，門口就擺滿成張台嘅餅乾同傳統小食，台面放滿唔同種類嘅傳統餅乾，一條條裝嘅雞蛋卷，一包包圓形薄餅、蝴蝶酥、花生餅、杏仁餅等等，全部用膠袋或者膠盒簡單包裝，最緊要係份量夠足，選擇又多。蒸記餅家嘅杏仁餅
係嗰種一睇包裝就知係老字號出品嘅手信，圓圓莫生整整齊齊排喺透明圓盒裏面。金黃色餅面印住傳統花紋，夾住一粒粒杏仁碎，一咬就鬆化，又有果仁香，係好多熟客專登嚟掃貨嘅懷舊味道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一集會繼續澳門3日2夜嘅旅程，記得睇埋下集預告。旅遊通頻道已經正式開咗 Facebook 同 Instagram， 之後除咗片裏面講到嘅行程重點，為咗大家更方便安排行程同埋揾有關資料，兩個平台都會同步更新，等你可以隨時查返路線、交通同埋實用小貼士。Facebook 同 Instagram 仲會不斷加埋各地嘅美食推介同打卡景點介紹，由人氣餐廳到隱世小店，由必去景點到冷門小區，全部同你整理好。記得幫旅遊通 Facebook 撳個追蹤， Instagram 撳個 follow， 再加埋開啟通知，下次 plan trip 就可以一邊睇片一邊對住啲 post 揾靈感。